人民给予韩市长机会啊，希望他能够好好做啊。那假如人民当有一天觉得这个权利被辜负的时候，人民自然有权利行使罢免的权利，这些都是公民权。6月6号天气好啊，然后这是我行使公民的权利，我应该会回去投票。 好，我们贵宾左手边这边的镜头。您怎么看说高雄市长韩国瑜他道歉了？他道歉说他落跑选总统。对，应该他要对选民说明清楚嘛，哈。那选举的时候讲好像不是这样，啊，现在讲这样。我准备承担任何错误，我要做韩国不是反对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爽，都说把西装脱下来好不好？你们真这样生气啊！我想他应该还是要跟市民说明清楚。那这一年，高雄很多的这种重大的建设，我们其实都也非常的忧虑了哈。那在整个选举的过程，他也讲了很多的承诺嘛，好，那这些承诺是不是有兑现啊？那是不是在过去的1年的时间？ 让市政让很多市民很担心，这个都是他必须对市民说明清楚的。会不会觉得很冤？当初输给这些空头支票？我想我们民主政治是人民是最后的决定嘛，哈，人民一旦做了决定，那我们就是接受，好，那所以韩市长当选的时候，我也。 诚心诚意的祝福韩市长能够好好的做。那假如我们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们的全力帮忙。即使我不在高雄，那人民的权利也包括选举跟罢免嘛。好，那人民给予韩市长机会啊，希望他能够好好做。好，那假如人民当有一天觉得这个权利被辜负的时候，人民自然有权利行使罢免的权利，这些都是公民权啊，不能把民主。 政治等同于劳民伤财嘛？好，那这种评论，我觉得人民恐怕很难以接受了哈。那选择一个好市长，或者是一个地方的首长哦，或者是总统，这个都是人民公民权利的行使嘛。好，当一个民选公职辜负人民期待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根据法律的规定就可以。 来给予收回，这个都是民主政治的常态。6月6号天气好啊，然后这是我行使公民的权利，我应该会回去投票。非常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